伊
都叫做由心所生出来方法叫做心法。所以咱若讲要来大人进来，咱叫拆掉的，就是啥？就是咱的心法、心法这同款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才讲呢，一切不讲以处法上，所以咱袂使啥，咱袂使中。咱若去用咱一句话来讲了，咱若去中了，咱若去用实课的，咱就无法度来去练习。这重点，所以呢，就讲以处法上，所以一无所得，包含咱内心世界内面一切所生的物件，内心世界所有一切的物件，什么物件？讲地点可能咱大家拢知啦啦吼，村里内面遐咱就去看，什么地点？足济，咱天机、眼睛、身体、皮衫啊，迄足济，平时来所谓种种，所以拢叫做地点。所以一无所得，其咱虽然是用法度，其咱虽然讲咱记得了最重要的明白，去慢慢去敲的，咱讲得到。其实自性原本伫咱的身躯就有啊，原本就有啊，是因为咱气肉乌云食掉的，所以呢，现代知识点就连这本书要从迄乌云甲咱惊人要甲咱飞走尔，伊甲咱讲，遐就是迄什么物件，你才知影人飞，头路就是安尼，哦，所以呢，一无所得，咱嘛想讲咱去倒啊。阮搭搭的咧，咱迄两日去迄个阿里山迄个老师老讲，我点解阮搭搭的咧？阮死的，搭，你讲阮死的，哦，伊咧讲来足错咯，阮死的，这个人无死也是，啊，为这个咱起来去咧，啊，伊咧讲作成像咧，我有你个，我咱个经验无人听咯，哦，知影看。迄规个山沟内面拢无人，去是也好，暗是也好，透早好，透暝也好，拢起来来遐坐，读册拢起来遐坐。啊，伊咧叫吼，你若问我这叫啥？叫遐有型的，伊嘛讲叫有型的咯。啊，你若听好咧，伊咧叫贵人艺术的呢，你问我，我叫贵人，我是咧叫你讲的贵的，我咧叫大仙的，我咧叫谁叫阮的？你若听好，啊，即摆拄起来了。你咧跳淡水河啊？你较讲嘛讲要跳淡水河，啊你会听好呢啦。啊你咧讲要跳淡水河，你袂记得跳去溪底落咯？讲较袂跳淡水河，我讲要死啦！我要咱永远袂使啦。迄人唔歹见，人唔歹见。啊你要甲讲伊唔茫歹见，所以我甲笑死，我甲笑死。我讲吼，你可能甲无老师的法度啦，哦，你想要有老师就已经该可能无你的特色，所以我较歹常讲，讲你无老师的特色，你无法度去认真，所以呢，真正一无所得，名最上心，所以才讲心是行义，不在靠精，心叫做行义。行义就是实际去做，行义就是实际去坚持。所以呢，圣经才甲咱讲行亲，什么叫做行亲？行亲，毋是讲我正常就来做，我正经的嘛就来做。我一时发生就来做的，迄叫做行亲的，哦，迄毋是啦，迄差足远的。咱是台湾内面哦，一句讲用力地位有无？咱较早过去嘛，人讲用力地位，用力地，我若有10箍，我报43箍；我若投100斤，我抓30斤，叫做用力地位。啊，毋是安尼，迄毋是。
若讲着有100块啊，就有10块补12块啊，会当拿100斤掠30斤，迄毋是上瘾意味，迄叫做赞案。两个是，迄叫做赞案，迄毋是上瘾。所以所谓之年轻，就是良瘾。我会当做偌济，我就是要做偌济，迄叫做年轻，迄叫做良瘾。咱会当做偌济，我就是做偌济，迄叫做良瘾，迄叫做年轻。所以年轻，才会当到到关键。